中秋应景的台南文旦，大家拢想要注文麻豆老长，因为除了受国内消费者介意，嘛外销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所在。现在更加方便的是，伫便利商店会当买到处理好的文旦，消费者唔要目手扒皮，只要将这个文旦杯拍开，就当享受。市长有一天嘛特别来宣传代言，同时示范将文旦淋上沙拉的新鲜口味，要让全国民众拢会当享受到安心、健康、美味的麻豆文旦。一个，你吃的很省事，不用在那边手剥文旦皮剥了半天。第二个，文旦皮你还要去丢垃圾桶，人家都帮你处理好了。第三个，这个是有生产履历的，产销履历的。就是100%麻豆文旦，你去所有的菜市场买，每个地方都把说它麻豆文旦，可是你透过我们全家便利超商就可以吃到100%真正的生产履历，而且不好吃退钱啊，不是、一定好吃啦，一定好吃的正麻豆文旦而且都是这么小，都是老长那第一个吃出安心，第二个吃出健康，第三个吃出美味。台南结合新鲜农产公司，严格选择有产销来源认证的麻豆文旦，以及全台4000多间全家便利商店的通路，来符合消费者的需求，联手用文旦杯出销，成为中秋一大卖点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